本港飲食業呢幾年成日都話請唔到人，呢一間酒樓於是就請咗呢一啲幫手，由廚房出餐去到送餐，通通可以交俾佢代勞。你好，葉哥，係，我阿爺喎。係啊。有熟客形容，自從酒樓多咗呢一班伙計之後，上菜唔使等咁耐，又唔使睇人面色。幾廿年㗎啦，由佢阿爺嗰陣時，我哋都已經喺度做，都叫做係 OK 㗎啦。因為如果你係啲嘢唔 OK 咧，就唔會話有咁多熟客。而家咧，即係有好多即係新嘅員工，可以叫做即係啲質素咧，都係有多少改良咗。我覺得好似機械人咧。即係出餐咧，好似係比較咧就快咗啲。嗰部機械人停咗喺度咧，啲員工咧就會即刻派送，因為冇話以前咁樣乜嘢。真係幾好，唔會俾面色睇嘅，十幾廿年咯。有時日日都喺度啊，夜晚有時喺度食飯咯。我就好少去餐廳食嘢嘅，多數都飲茶多。我年紀大咗，唔中意飲咖啡嗰啲嘅。唔止食客滿意呢一班新伙計，連點心主廚輝哥都話，有咗機械人做跑腿，大大減輕咗佢哋嘅負擔。去嘢咪暢順咗咯，蒸熟啲嘢攞出嚟擺晒落去就去得啦。之前佢要分流好亂噶嘛，過時好似好犀利㗎都，即係啲人手樣樣都要人手做嘅，咪出咗去冇人喺度，你要等佢翻嚟，有機械人同你分擔咁啲咯。酒樓由舊年開始引入多部機械人負責傳菜工作。90後嘅酒樓新一代接班人阮希正話：眼見酒樓業缺乏年輕人入行，老伙計又體力有限，機械人可以幫手解決長期面對嘅人手不足問題。我哋酒樓啦，好多時咧人手好多係浪費咗喺即係腳骨力同時間嘅，因為點解咧？傳統我哋不停行出行入係好繁忙嘅，送菜又係咁其實每日如果你有個測步儀咧，你每日係行好多步㗎，所以就開始嘗試用機械人去幫餐飲業去睇下點樣去優化一啲人手啊，或者幫輕到佢哋個工作量咯。效果我滿意嘅，因為我都引入咗8部啦。咁員工係即係確實服務上咧係比以前會改善咗啲嘢，因為至少係佢哋你唔使行咁多，冇咁攰嘅。你睇住個廳面做服務，自然就即係怨言都少啲啊，即係或者冇咁暴躁啊。喺教機械人工作嘅過程入面，阮希正形容佢哋就好似樓面阿姐，前期磨合都要用上1-2個星期。機械人你當佢係一個機器，咁好似一架車咁樣，你點樣去揸佢都係一個學問嚟嘅，即係佢唔會撳個掣，好似 Iron Man 咁樣自動搞掂晒啲嘢。例如就係我哋可能係晚市一轉大台，嗰條路窄咗或者轉咗咧，佢未必會完全蕩失路，但係佢可能都會慢慢揾位行嘅，但係會阻礙到運輸咯。咁我哋要點樣同佢共存，就係點樣去就翻個機械人行。機械人一唔順暢咧，好多時酒樓你會見到佢哋會好多時係撳停咗部機，其實實質唔係用緊部機，咁變咗就會將個機械人擱置咗，就冇好好利用即係運用到個機械人咯。但係我點解決咧？就係我會不停觀察，即係不停跟住部機行嘅時候觀察，睇佢哋上菜落菜，睇個機械人遇到咩阻滯，我就當佢係一個即係傳菜姐姐。佢遇到咩問題，你要解決就即係等於話俾佢知，我哋應該要點做，即係條路線應該要點行，點樣就翻咁樣去解決呢個問題咯。管人一向都係企業面對最難嘅課題。負責營運嘅經理司徒志成話：酒樓亦都唔例外，提升員工對工作嘅滿意度至關重要。咁後生嗰啲咧就唔係好想入酒樓行業。可能會覺得即係嗰個工作量啊比較大啲，即係而家到處都係咁爭人去用人，要睇到佢喜怒哀樂啊，同埋知道佢個性去
去運用啊，即係氹佢啦，所以叫做啊，你同佢硬拼佢咪唔撈咯。每一份工作都係即係佢都係揾錢先嚟嘅啫嘛，係咪？咁我哋就即係盡量係令到佢做得開心啊，咁又可以即係唔使咁辛苦。用咗之後，佢點樣配合到員工一齊嘅工作？咁我哋都覺得係好處多。任勞任怨嘅，佢唔使放假嘅，佢又唔會工傷喎，又唔會病假咯。咁啊，你叫佢做乜佢做乜喎？人唔同，咁佢就即係24小時都去工作嘅。你話會唔會霸佔咗你啲工作崗位咧？咁亦都唔需要擔心呢樣嘢，因為佢始終都係幫助成績嘅啫。酒樓扎根喺石硤尾近30年，一直堅守傳統粵菜同手工點心嘅質素，一直有唔少街坊食客幫襯。不過面對近年港人北上成風、人手短缺等嘅挑戰，由美國返嚟香港接手家族生意嘅阮希正，希望喺經營上注入新思維。我哋都 set 咗有指定區域嘅，咁譬如呢個 C 區咧，咁我哋咪地呢會將全菜要全嘅台號就擺咗落 C 區呢度。咁機械人就會送嚟呢個區域。你有做咗個分流啊嘛，咁服務員都係咯，佢個聚焦淨係喺呢個區度上菜，佢又係啲菜式喺裡面分咗咧，就唔會一部機械人行足全場啊，即係佢淨係指定嗰幾張台嚟 C 區，佢咪即係個資源集中啲啊。如果我哋全場走咧，你變咗可能你要行好多部機械人都未必送得切啊。呢間機械人技術開發嘅企業，為唔少好似阮希正主理嘅酒樓提供客製化機械人方案，協助餐飲業解決人手不足、人力成本過高嘅問題。其實除咗可能話過往就比較多人都係討論緊 AI 啊。或者一啲即係科技上面嘅應用，咁究竟點樣將呢啲應用上面實際可能話係真係等同於一啲 mechanical 嘅應用咧？咁所以我哋引入咗啲唔同嘅機械人，加翻一啲唔同類型嘅即係應用嘅軟件啦，同埋技術喺當中，咁從而就希望都可以普及到喺香港同埋澳門嘅唔同嘅環境咁樣樣咯。喺開頭我哋即係推薦用機械人啲咁嘅應用咧，其實都遇到好多唔同嘅即係困難點㗎喎。咁有一啲嘅客戶可能對機械人嗰個認知度咧，可能就會即係有個無限嘅幻想，一係就會覺得佢係萬能嘅，因為好多唔同機械人未必一定係用一個人形即係有手有腳嘅姿態去到展現，而最主要就係佢有一個我哋叫做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嘅即係具生智能啦，佢係有智慧有分析能力，從而做到一啲唔同類型嘅任務。我哋以即係餐飲業為例啦，我哋過往都收到好多唔同餐飲業嘅聲音，就係可能話響嗰個聘請人嗰個嘅地方好困難，因為就唔係咁多人入行，即係嗰個勞動人口不足啦。咁變相做例如話我傳菜唔夠人，咁就算我有上菜都冇用啦。咁所以我哋正正有見及此，就將一啲我哋叫做運輸嘅機械人引入咗落去一啲嘅即係餐飲業當中，即係傳菜快唔快，同埋嗰個即係效果都會影響食物嗰個品質，同埋即係客戶嗰個感受。咁傳菜呢個位置留俾機械人就係最好噶啦，又快，同埋就係嗰個精準度亦都係非常之好。不過餐飲租金同人力成本長期高企，好多餐飲老闆想引入科技，但又怕貴，點樣說服客戶試用機械人呢？咁其實你本身都預咗一個月薪俾佢㗎啦，係咪？咁嗰個月薪就量化成為租一個嘅即係機械人去到做呢個送餐嘅效果。咁而喺計算上面咧，佢仲要剔除可能話，如果你聘請一個即係員工翻嚟，可能一啲我哋叫病假。事假咁，如果萬一真係有一位同事請病假，你要即刻揾個外援翻嚟，又或者你突然間冇咗個人手，亦都對於另外嗰4個同事其實好唔公平，佢好攰嘅。咁但係機械人有個好處就係佢年終無休，365日佢都係即係運作㗎啦。最緊要就係定時同佢叉電。咁其實變相做對於佢嗰個運作模式啦，喺老闆嗰個計算上面都會簡單化好多。隨住機械人喺餐飲應用日漸普及化，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建議，由政府牽頭為業界設立培訓班，協助及早適應人工智能。我哋亦都睇到啦，如果用機械人去做一啲傳菜嘅工作，或者做一啲即係經一啲習慣性嘅，唔係話咁多變化嘅
工序嘅話咧，你可以提升整體嗰個營運嗰個效率嘅。譬如一個經理可以專心去管理呢個餐廳，去設計一啲同大廚嘅溝通嘅菜式啊之類咁樣。咁呢啲咧就令到嗰個餐飲嘅企業咧，其實係提升咗佢嘅效率同埋嘅質素。呢10幾年間咧，咁無論喺軟件硬件嗰方面咧，內地嘅餐飲業咧，其實嗰個發展嘅速度咧相當之快。譬如話應用一啲人工智能嗰方面咧。電子啊、機械方面咧，我哋都比較上係可以話落後咗嘅。都好希望咧，香港政府可以去考慮咧，設立一啲唔同嘅培訓班，年紀唔同嘅學員咧，都可以去參與人工智能嘅培訓咁樣，嚟到幫我哋提升我哋嘅行業嘅效率嚇，咁同埋減輕我哋嘅成本，咁呢個亦都係要由政府牽頭嘅。步入 AI 嘅年代，各行各業都要適應呢一個時代嘅轉變。餐飲業要點樣利用機械人幫助解決人手不足，但係又唔可以搶真人嘅飯碗，需要好好拿捏。佢唔可以完全替代你嘅，只可以輔助你，替代唔到真正人手做嘅。表面上咧係好似取代咗人手，咁但係實際上咧係幫咗整個行業嘅發展。因為飲食咧點樣替代咧都唔能夠替代人嘅角色嘅，冇一樣嘢可以代替人嘅試味、人嘅一啲用餐感受或者人去監管一樣嘢嘅，咁所以點樣都要師傅喺度嘅。